鬼董卷2故事11。沈寶遇岳虎將軍。呢個故事發生喺南宋淳熙年間，喺天目山嗰邊有一個姓沈嘅老人家，個名叫沈寶。沈翁屋企好有錢，仲開咗幾間客棧，專門招待四面八方嘅過路客。有一年冬天落緊大雪，門口嚟咗一個着住青褐色薄衫嘅男人，話要投宿。呢個男人一入屋就苦住面咁講：老人家，我喺半路遇到山賊，身上所有錢財都俾人搶晒，希望你發下慈悲，俾我喺度歇一歇。沈翁個人好厚道，見佢咁慘，即刻叫人準備飯菜，仲同佢飲咗幾杯暖下身。沈翁見出面雪越落越大，就同佢講：呢排天氣咁凍，你件衫又咁薄，點頂得順呀？講完，沈翁仲攞出幾件厚衫送俾佢，喺火入面燒紅埋個火爐。去到第二日，個客人要告辭啦，沈翁仲擔心佢冇路費，特登攞咗幾罐錢俾佢。個客人好感動，佢同沈翁講：老人家，你對我咁好，我都唔知點報答你。不過我睇你面色好似有啲愁容，係咪有心事啊？沈翁嘆咗口氣，終於講咗個秘密出嚟。佢話：我呢個年紀，身邊得返一個寶貝女，點知最近佢被妖邪附身，一直病到瞓喺床度。我揾過晒所有出名嘅法師同巫醫，個個都冇辦法，所以我先至日日咁憂愁。個客人聽完，眼神突然變咗，佢淡淡咁講：呢啲事我平時做開嘅。之後個客人竟然就喺屋企起壇，腳踏魚步，喺房門口做法驅邪。話咁快，沈翁個女真係醒返，病好晒。沈翁感激到不得了，夾硬留多佢住咗一日，個客人先至離開。過咗一段日子，呢個客人又再出現啦，但係今次佢完全變咗另一個樣喎。佢全身戎裝，騎住高頭大馬，手上拎住一支銀撐長槍，身後仲跟住一班隨從，搬住壺床，拎住酒器，威風凜凜，殺氣騰騰。佢對住沈翁講：其實我喺東岳大帝嗰度任職，我係統兵助法將軍，專門跟隨修煉天心法嘅高人去捉拿人間嘅惡鬼。因為老人家你當日對我有恩，所以我今日特意嚟同你打個招呼，俾你知我嘅身份。沈翁聽完嚇到即刻跪喺地度拜謝。正當佢想起身嘅時候，突然間眼前起咗一陣濃霧，煙霧彌漫之中，將軍、兵馬、隨從全部消失得冇影冇蹤。原來佢真係遇到神仙。鬼董卷2故事12。楊義官人被詐。喺中馬呢一帶有個叫楊義官人嘅占卜師，佢平時專門幫啲權貴太監打理財產，所以手頭上面非常闊綽，係一個名副其實嘅有錢人。有一日，有個着住紫袍嘅男人行入嚟，出手好大方，直接攞出1000文錢揾楊義求一卦。佢話佢個妹喺慈福宮入面打工，儲埋咗成萬貫錢，依家想揾個大太監幫手帶啲錢出宮，想問下呢件事吉凶點樣。楊義起咗一卦之後，好認真咁同佢講，卦象顯示係同人卦，意思係呢件事會有人幫你，而且錢財一定會到手。不過卦象入面仲有一句伏庸於網，即係話呢筆財富必須要用詐術先可以得到。由嗰日開始，呢個紫袍男人成日都嚟揾楊義占卜，每次都係俾1000文錢。兩個人慢慢混熟咗，仲會一齊飲酒遊玩，關係好到不得了。過咗幾日，紫袍男人好興奮咁走嚟揾楊義，佢話：楊師傅，你真係有通神能力呀！我個妹已經順利出咗宮，帶出嚟嘅金銀珠寶有過萬，同你講嘅完全一模一樣。佢當場送咗3000文錢俾楊義做謝禮，仲話呢啲只係小意思。過咗1-2日，紫袍男人又請楊義飲酒，
佢好神秘咁講：我個妹依家想揾個歸宿，雖然佢好有錢，但始終都過咗40歲，驚一般人會嫌棄佢。佢想親自見客你，睇下你可唔可以做個媒人幫佢介紹。楊義一聽覺得呢件事大有可為，就即刻應承咗。到咗第二日黃昏，兩個僕人抬住幾個金色嘅大盒去到楊義屋企，入面全部係名貴嘅海鮮、珍奇嘅點心同埋水果，連啲餐具都係宮廷式嘅金杯，睇落真係好似由皇宮入面攞出嚟咁。之後一架裝飾得好華麗嘅轎停喺門口，有個全身珠光寶氣嘅女人行咗出嚟，紫袍男人就跟喺後面。楊義見到呢場面，即刻叫埋老婆同個女出嚟招呼，仲攞出家入面最靚嘅銀餐具同佢哋對飲。夜深啦，紫袍男人攞出一支封住王子嘅名酒，個女人仲親自唱歌助興。之後個女人斟咗一巡酒，由楊義到佢嘅屋企人，甚至連工人丫鬟，每個人都飲咗一杯。酒一落肚，楊義就見到佢老婆突然之間成個人暈咗喺地下，唔夠一陣，成間屋嘅人好似骨牌咁，一個接一個咁跌低。楊義正想衝過去扶起佢哋，點知一陣強烈嘅暈眩感湧上嚟，佢自己都跟住冧咗。當時楊義雖然全身動彈不得，連口都開唔到，但係佢嘅意識竟然仲係清醒嘅。佢眼睜睜咁睇住個紫袍男人，叫佢個妹上車，攞出幾個大布袋，將台面上所有名貴餐具同埋佢老婆同個女身上啲金銀首飾全部一掃而空。臨走之前，紫袍男人望住瞓喺地下嘅楊義，仲笑笑口咁講：楊師傅，你算得真係準，以詐得財，真係信而有證呀。不過睇在你平時對我咁好，你樓上嗰啲保險箱我就唔喐啦，你自己慢慢休養啦。到咗第二日，藥力散咗，楊義一家雖然冇受傷，但損失已經過千貫錢。楊義平時自命聰明，依家竟然被自己起嘅卦象呃到透。佢驚呢件事傳咗出去會俾啲太監笑死，所以佢根本唔敢報案，只係偷偷地揾人幫手打聽。但係嗰個紫袍男人同埋佢個妹就再冇喺呢個世界上出現過。